位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今仔日的主持人苏彦图苏彦道，伫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今仔日先伫遮代表咱的主办单位欢迎各位朋友来遮来参加这个真有意义的一个讨论的活动来大家共同做伙来关心来讨论台湾的迄个劳工的人权的这个问题咱今仔日非常欢喜会当请到两位同级的真正重要当年咧研究台湾的这个劳工的议题议题嘛较有贡献的两位好朋友来伫遮来甲大家分享因的观察看法我伫遮先简单介绍咱今仔日两位讲者第一位讲者是孙友莲秘书长孙友莲秘书长即马是迄个台湾劳工进线的秘书长伊其实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人但是伊伫台湾已经30几年啊伊的台语绝对上是比我较认真的第二位是咱迄个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的研究所的研究员林宗宏教授林教授嘛是为这个劳工的政策法制嘛最有研究的一个学者，重要的学者。咱即马是毋是做伙来欢迎咱的孙友莲秘书长来开始伊的演讲谢谢。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嘛感谢咱洪志伟研究员的邀请互我有这个机会来遮甲大家讲这个议题我互主办单位迄个议题是讲劳动正义啦劳动正义劳动人权的光来影咱知影讲有光绝对有影台湾其实咱经过一段无光的年代无光要安怎？无光就继续行落去继续行到有光为止其实劳工运动嘛同款劳工运动为过去的发展到即马，其实嘛是一步一脚印安尼行过来所以大家好，我孙友莲我是台湾劳工阵线的秘书长等下我会为劳工阵线的发展，大家来说明讲，咱劳工运动过去咱的努力咱做过的代志，咱是安怎一步一脚印去改变咱台湾劳工的这个权利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过程当然伊甲台湾的民主化是有关系头拄主持人有讲啦我是1992年来到台湾读册啦所以可能大家听起来我的台语可能会掺一寡福建话的腔还有广东人马来西亚潮州人的腔细道歉啦可能台语我是来到台湾以后，过去嘛有机会主持着咱地下电台遐念台语咱袂歹迄个经验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特别这就是我啦孙友莲我是1995年就来到罗定即摆已经29冬我是差不多2004年5月7日接劳工阵线秘书长即摆做秘书长嘛做20几冬其实是这个组织就是我的青春我的青春拢伫咧内底下骹的即寡我做过的代志是互大家看讲，其实劳工运动是啥劳工运动伊绝对是争取劳工权利的一个社会运动这听过就知伊就叫劳工运动劳工运动毋是干那讲争取这个劳工的权利伊嘛是一个政治的运动伊毋是干那一个政治的运动，伊嘛是一个价值改变的运动咱要追求什么款的社会所以过去阮定定咧讲，如果你有法度选择台湾要变做什么款的国家譬如讲，如果日头赤影遐虽然顾性命，迄是敢你爱的台湾当然迄就是迄毋是阮罗定毋是劳工运动追求的一个社会咱追求的社会是讲每一个人拢是会当来
互相的帮忙，互相去扶持，安尼建立的国家，伊才是会一个较和平，搁较公平的国家，所以其实我伫咧罗定过去这30冬，其实拢伫咧学习，要安怎建立台湾，变做是我想要看到的一个国家的模样，所以所以下骹阮关心的毋是干讲劳工运动、劳工权利的代志啦，譬如讲咱健康的人权，搁有譬如讲咱的迄个其他的年金的改革，其实我过去嘛有关心到咱缅甸缅甸的代志，所以这都互大家参考，劳工运动其实做的大海边的啦，管真济其实罗定的发展非常的久啦，今年阮罗定劳工电线是40周年，40周年是为1984年5月7日开始到即马大家拢知影讲1984年台湾是搁伫咧戒严的时阵，所以迄个时阵我毋敢叫劳工电线啦，阮敢叫台湾劳工法律支援会迄个时阵其实就是提供劳工一寡法律即个服务，其实咱即摆咱法服，迄个时阵就是拢提供legal aid 即个法律的服务的即个工课当然1984年到1988年阮伫咧1988年改名做劳工运动支援会即个即两个时代阮拢叫劳资会啦劳资会为什么是1988年要改名大家拢知影，这是甲咱台湾的民主发展其实是非常有关系因为咱1987年咱改严嘛1987年改严，1984年台湾劳工法律支援会成立慢慢塞一寡咱劳工的权利共一档啦1984年咱劳动基本法基准法来立法其实互劳工有迄个法律的基础去争取伊的加班费搁伊的工资伊的工时真济劳工的权利所以1987年改严，1988年改名做劳工运动支援会其实是为过去咱提供即个法律的即个资源、法律的服务，到去帮助真济台湾的劳工做工会其实咱拢知影讲团结才有力量嘛要安怎团结？劳工爱团结就是爱做工会，但是较早正咱台湾的工会拢是互资方摕去嘛无就是互党摕去所以伫迄个时段，其实劳资会服务工课拢是将即个工会为资方的手、为党的手抢过来阮讲这是一个工会自主化一个过程所以迄个过程其实对后来整个劳工运动的发展，其实就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咱知影讲劳工爱自主嘛伊有法度去做争取伊家己的权利嘛过去咱讲迄个互资方掌控的迄个工会，阮叫做是严格的工会迄袂相踏袂相拍后来真济工会其实为资方的手抢转来以后，拢是非常有迄个力伫咧1992年5月7日，阮改名个即摆台湾劳工电线其实为什么是1992年？其实是嘛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档1992年是咱立法院第2届立法院的选举，嘛是咱台湾第一届立法院全部的普选全部改选所以对台湾来讲，迄绝对是咱民主化过程的一个起步1991年咱修宪以后，1992年咱有立法院的选举，1994年咱高雄市、台北市搁迄个时阵的台湾省省长市长的直选
到1996年，咱台湾第一届总统的大选，总统的直选，其实台湾的民主化过程嘛是一步一脚印，安尼慢慢行过来，慢慢去冲破迄个过去咱黑暗所以罗定的发展，也是讲一个已经40档的劳工运动团体的发展，其实伊嘛是台湾民主化的发展，伊是台湾民主化过程内底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为1984年5月7日到即马那为什么是5月7日？我等下会讲啦因为咱知影这日子是所有全世界劳工的日子嘛其实咱看咱罗定的 logo 啦这三个 L 这三个箭头其实伊是代表着咱劳工运动，第二个嘛是社会运动，第三个就是今日来到这中央研究院比如咱学术的力量因参做伙行做伙这个力量会当改变社会这个力量伊会当做伙来改变，互台湾慢慢为咱政治的民主红色的是政治的民主黄色的其实是咱经济的民主到上悬的迄个青色的是咱社会的民主。所以这个 logo 是为1984年就用到即嘛拢无改变就咱爱用咱社会无共款的力量来改变这个社会为什么？第一色是黑色的因为迄个时阵1984年佫伫咧戒严嘛这其实非常的趣味啦因为这个 logo 听讲是大导演迄个郑文堂伊画啦这有迄个年代的故事，有迄个年代阮要去完成的目标完成的工课所以台湾已经完成了咱政治的民主，但是咱经济的民主却无法受社会民主嘛是为未来咱爱共同去追求一个迄个发展的方向所以 logo 本身代表的就是一个组织，伊个故事，伊个想要完成的目标所以这就是咱阮罗定的迄个 logo 的解说其实罗定阮就爱出册阮就爱写字劳工运动毋是敢行街头其实各位朋友其实我长久以来我伫咧街头咧指挥游行我感觉讲用台语较有力譬如讲我举一个例啦你说对不对？跟你讲对啊毋对，其实拢无共款伫咧现场听个就无共款你说对不对？听着就感觉较软但是你讲对啊毋对其实迄就是有会敢将迄个群众整个迄个气势拢扭起来当然我过去主持着真侪游行但是阮毋是干那会晓行街头逐个拢想讲劳工运动就干那行街头，要争取劳工的权利就一定要行街头。当然街头是一个战场街头绝对是劳工运动、社会运动表达伊的诉求，表达伊的心声的一个真重要的所在。但是阮毋是干那会晓抗议阮嘛会晓写字写字佫会得奖所以亲像遮有一个迄个杂志叫劳动者杂志，其实伊是即马最后一本的党外杂志因为伊是1984年4月17号就发到即马所以伊即马应该是最后一本的党外即个杂志毋是干那即个杂志即马佫咧出其实阮嘛出诚侪册来介绍诚侪故事其实我为国外，我为马来西亚来到台湾进前，我听到台湾的故事，拢是经济发展的故事拢是一寡有名的人的故事。但是劳工的故事无人咧替伊写劳工的故事、女工的故事，过去几十年来陪伴着台湾的经济发展的故事，其实拢无人咧插拢无人咧写罗定的
落定的一个目标就是讲，阮要替劳工写故事，所以真侪即款出版品，阮的册拢是咧讲劳工过去几十年来伫咧台湾民主化过程，伫咧台湾的经济发展的过程的故事譬如讲过去咱的公运丛书咱介绍国外的劳工运动是安怎舞的慢慢啊，互台湾劳工工会有迄个想法，讲对，咱着爱参考着国外的一寡经验，要安怎来争取咱的权益，要安怎来建立咱的国家，要安怎来互台湾变作是咱期待的一个方向。这其实是慢慢啊，用文字佫用一寡劳教劳教的方式，互大家拢知影讲，咱会讲参考着真侪资料，毋是国外的资料，佫有咱国内的资料譬如讲过去咱伫咧即个台湾民主化的过程，有选举的过程，咱拢提出即个白皮的册咱互将咱过去咱争取的一寡权益写伫咧政策，写伫咧法律咱去送咱要求讲，譬如讲立委的候选人、总统的候选人，佫有政党，因要来参考着咱所提出的一寡诉求，达迄个方向过去其实即寡册对台湾的一寡政策影响诚大譬如讲我举一个例即本叫《台湾劳工的主张》台湾劳工的主张是差不多1999年出版的咱知影讲2000年咱政党轮替嘛政党轮替以后，其实咱就有机会将咱过去伫咧街头咧讲的代志、咧讲的诉求去塞伫咧政府内底当然伫咧等有一张，我有一张迄个slide就是讲伫咧2000年到2008年这段时间通过什么款的法律劳工的法律这就是咱过去所争取的一寡权益争取的一寡方向当然咱莫欣张莫欣的故事这是咱何明修教授写的这本册新国有的政策其实真侪嘛有咱今日做伙来演讲的林宗峰先生嘛参与伫内底比如讲这本帮世代帮世代其实有得奖啦有得奖得到咱一个出册的奖啦所以我领奖的时候，我拢讲阮毋是干那是抗议，阮阁会写字佫会得奖这本嘛袂歹嘛互大家整个社会去了解着讲劳工运动所关心的这个议题所以我头拄讲到的，为什么劳工电线伫咧5月7日来成立其实每一个人拢爱来思考啦思考讲咱一天有24点钟24点钟内底，咱有偌济时间要拿来做趁钱有偌济时间要摕来做事其实一般来讲啦咱8点钟来上班应该是合理的啦当然即马可能有扣甲减一丝但是8点钟来趁钱，摕来做事应该是合理的你上起码你嘛爱休困8点钟嘛，爱困8点钟嘛24点8点8佫有8点钟，你要来创啥其实是要摕来安怎陪你的家庭咱佫有一寡比如讲去听演讲去听演唱会看册咱佫有咱嘛爱上班咱嘛爱骑乌倒摆对无咱嘛爱洗身躯，咱嘛爱食饭其实24点钟内底要安怎来分配？为着争取着一天做8点钟，休困8点钟伫咧概念上叫做你做一个自由的人，会讲自由去分配你8点钟的时间，为着争取这个8点钟的运动，有8个工会干部去互争去向掠去有5个去互判死刑啦2个当然3个去互判这坐监这是1886年伫咧美国芝加哥干草的事件
后来伫咧1889年1889年大家拢认为讲因争取的是对的，所以将即天定做是5·1劳动节。所以劳动节是一个纪念的日子，毋是一个庆祝的日子。劳动节是迄天大家如果无咧上班，因为放假嘛，放假，咱就行去街头争取咱的权利，嘛纪念争取着即基本劳动条件的即个咱的前辈，来纪念边仔有一条文章是讲，啥物讲24点钟刚好，台湾其实有真济的产业，伊拢24点钟但是咱家己问家己讲，有啥物工课，有啥物产业是一定爱24点钟拢有人咧做，其实咱算来算去遮少的当然这个意思是讲，真济，咱开咧半暝的工课，其实是会讲撇免的，会讲会免伫咧迄个时阵咧营业所以这个故事嘛是提醒着咱讲，其实伊毋是敢影响着劳工的生活，伊嘛影响着劳工的健康所以劳动节请大家爱注意如果今日大家拢袂记得我讲啥上起码爱知影讲劳动节是安怎来的请大家斗帮忙讲去找更较侪人去来讲劳动节是安怎来的安尼未来就更较侪人知影讲劳动节其实是一个纪念的日子毋是一个庆祝的日子所以这个故事是我每一个这30档来每一场演讲拢会放伫内底的因为绝对嘛是永远嘛有第一届听到故事的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的工课当然劳工运动争取的其实上起码你的劳动权利是啥譬如讲你的工资是要安怎来保护你的时间要安怎来保护譬如讲，如果你有就业，你想要就业国家对你的就业要安怎来保护？佫有无？佫有，当然嘛，包括讲咱社会安全的保护每一个人拢可能有一寡风险会破病，嘛会发生一寡，譬如讲咱工伤的代志所以要安怎透过一个社会制度来保护如果发生这个代志的时阵一寡权利的问题当然嘛有这社会对话这个代志所以基本的劳动的保护就差不多这几个面向当然有尊严的劳动其实是咱长久以来追求的一个方向当然过去透过什么款的方式来争取咱的权利遮有一寡故事一寡相片其实如果咱目睭较内咱就看到咱林宗宏先生伫咧内底有看到无这就是咱伫我边仔林宗宏先生迄个时阵伊是咧抗议讲咱高学费的问题好大家咧想看卖者高学费对劳工来讲有啥物影响？对劳工来讲，可能伊就无法度去纳这个钱，纳这个学费。当然对劳工的家庭来讲，可能伊的权利就会受到影响。毋是干那劳工权利的问题，佫有咱譬如讲咱社会制度，佫社会福利，佫其他的，这个嘛是阮关心的。这就是针对咱即马咱高房价的问题伫咧1996年咱差不多伫咧注意这个问题但是咱即马咱看到的是，咱的房价愈来愈悬，对无咱对劳工的家庭，对劳工来讲，拢影响诚大，拢买袂起厝每一档5·1的游行拢是即款的场面当然工会干部过去嘛拄着一寡互资方打压问题这个问题拢是咱一步一步为过去的劳工运动去改变
咱提出真侪的政策，咱提出真侪的法案，然后透过街头的运动，透过出版，透过真侪互政治压力，慢慢去改变。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来讲，其实会讲参考着乐江电线网站伊顶悬有真侪资料毋是干那讲过去咱嘛有一段时间咱是无乐江运动的譬如讲我举这例这是我伫咧上课的时工会干部上课的时，我拢会讲一寡法案的故事。为什么伫咧1972年会发生这款代志？讲为后来伊对台湾的影响是啥？这是咱较早进前咱经济发展的过程内底看到的问题。譬如讲1972年为南到北发生真侪劳工因为伊化学的这个中毒死亡的代志。所以迄个时阵佫无劳工运动迄个时阵劳动是1984年开始的，这是1972年开始。1972年到1974年迄段时间，咱伫咧咱工业区、加工区，发生真侪即款代志。当然发生以后，无劳工运动去争取劳工的权利，但是因为报纸嘛有刊，所以咱政府嘛无法度去无法度讲无看到所以伫咧1974年，74年有一个法律叫做《劳工安全卫生法》，迄个时阵开始所以我大概咧讲故事的时候，我就大家讲，这阵劳工伊无留互台湾什么这个财产，伊留互台湾所有人、所有劳工，包括咱的家庭、咱厝的人，真侪劳工，一个非常重要的财产，就是法案，保护大家免去惊吓讲，我会去受伫咧工课的时做上班的时会发生这代志，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法伊就规定讲，雇主就是头家，伊有迄个义务去劳工安全做事那当然包括讲咱1984年咱劳动基准法的立法大家看到拢是非常有年纪的立法委员当然1992年咱是第一届的立法委员选举直选所以1984年伫咧美国的压力之下，咱劳动基准法有立法那当然包括讲咱1996年这事件劳工去自杀劳工去动火车当然伫咧1996年到1998年迄段时间是大概我甲林宗宏先生每一天拢伫咧街头顶悬因为迄个时阵是台湾关抢上严重的一个时阵是啥物款的关抢？是今日搁甲你说 goodbye 说这个头家搁甲你笑面，明仔载工厂就关去就走去走去走去中国，走去东南亚的国家后来这个运动杀的就是讲咱就业保险法，搁有咱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迄个时阵，我常常咧讲，1996年到98年迄段时间劳工运动的组织者，拢逐工拢伫咧街头拢参这阵劳工这阵劳工做伙拼来拼去就拢为着要求国家去保护因的权利嘛送莫互未来咱的囝儿咱的后一代面对着同款的问题所以其实这个故事如果咱无写落来，咱无去讲，就无人知影讲这个法案是安怎来的那当然包括讲咱过去关抢的问题嘛真侪故事，我等下会讲到这就是咱分做3个阶段来了解个种过去咱劳工运动3个诉求、3个法律是啥物时阵通过的这
其实这啦台湾的民主化的过程，甲台湾的政党的轮替，其实才有关系，吼嘛红色的部分是新通过的法案，吼蓝色的是修法，吼啊，伫咧红色的部分吼。伫咧2000年到2008年，即个咱淡水边的时代通过的差不有包括讲咱职业灾害劳工保护法，吼，啊，搁有咱有关迄个性别平等的法案，啊，搁有我头拄仔讲到即个大量解雇劳工的保护法，啊，搁有咱就业保障法，啊，搁有非常重要的咱劳工退休金的条例啊，这个条例是讲，其实如果咱看这张吼，这张按照咱劳动基本法的规定，你伫一间公司待25天，你就退休金，吼。但是大家拢知影讲，台湾的企业其实平均吼，咱的伊的寿命差不多是10天左右。吼，所以你无法度等着公司，互你待25天，所以真侪劳工，真侪女工，尤其是咱是民间企业的劳工，拢领袂到退休金，吼，领袂到退休金。所以伫咧即张内底，咱就看到讲，伊是要解决过去劳动基准法一寡问题，吼，伊要起来补起来，迄个坑吼，伊要来补起来吼。啊，当然，伫咧2002到2008年，啊，搁有计划讲要修一寡法，包括工会法吼，啊，搁有劳保条例劳工保险的即个年金的法的即个修法吼。啊，伫咧2008年到2016年吼，这段时间，咱无通过任何新的劳动法吼，大部分是正前2000年到2008年已经计划要通过的法案，到迄个时阵就通过啊，吼。所以2008年到2016年啊，伫咱台湾第二届的政党轮替啊，其实无通过任何的新的劳工的法律哦，啊，拢修法哦，啊，2016年啊到2024年，咱通过差不多有劳动事件法啊，啊，搁有中高龄大老伙仔的这就业的促进法啦，吼，啊，搁有咱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啊，啊，搁有咱上低工资法啊，啊，这几个法其实对台湾嘛影响嘛真大吼，譬如讲等下咱会讲到啦吼，就是讲其实劳工运动杀非常的久，吼，啊，当然嘛有一寡修法啊，包括咱劳基法的即个以利以修即个即个修法哦，啊，为什么要安尼讲吼？因为头拄仔讲到的吼，过去不管为2000年以后，也就是讲2000年之前，伫咧政党轮替之前，其实劳工运动拢每一冬伫咧街头顶悬，哦，不管是5月还是其他的日子，诉求的代志拢伫咧2000年以后发生。吼，2000年以后，慢慢啊有一寡新的法律啊，劳动法律来完成立法哦，嘛对劳工保护嘛更加完整哦。所以有一个国外学者问我讲，即马台湾较少看到劳工因为关笑行街头去抗议。我讲因为有真侪法律已经完成，吼，已经有制度化的改变，嘛解决伊个问题，吼。所以其实这过去这20几年来，劳动法的立法是非常重要哦。那当然，这嘛是劳工运动长久以来完成嘛追求的迄个方向啊，达成果哦，吼。所以譬如讲这个法啊，伫咧2018年通过的劳动事件法。是1991年开始，1991年开始，劳工运动就咧讲啊，劳工运动要求讲司法要更加保护劳工的权利，吼，
啊，这个法为1991年开始杀到2018年才通过。啊，这本册大同讲大同工会的这个故事的，这嘛是咱林荣先生伊所计划伊所完成的一本册啊，另外一个法案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咱劳工职业灾害保险และ保护法啊，这句话是我过去二十几年来每一届演讲我拢会提醒政府的官员，提醒咱立法委员讲，劳工莫互劳工伫咧这个惊吓内底去面对着咱法律的要讲因为对伊来讲是非常非常的无公平的那当然，为1974年头拄仔讲的劳工安全卫生法，到1984年劳基法到同款1991年咱劳动宪章内底所提出的这个诉求，到2021年咱立法院来通过所以要杀一个对劳工有利的法案其实要开真侪时间这故事都大家知影那当然，咱毋是敢关心咱劳工的问题譬如讲健保是咱台湾非常非常重要一个社会制度健保若做好，莫做无真正会学老但是健保是1995年开始所以明年是咱健保的30周年健保这个制度开办正正，其实咱劳工的家庭其实有差不多一半的人是无健保的无度破病以后，这个伊的家庭就差不多要散去所以健保的开办对劳工影响真大，对劳工的帮助，对劳工家庭的保护嘛真大当然，咱过去透过真侪方式来影响着健保的这个立法譬如讲，这是应该是1995年4月30号咱暗时的大游行还有咱有一寡运动咱嘛会当透过专业的方式来要求讲要安怎互健保更较完整当然，这场我绝对要甲大家讲这场一半是我完成的，一半是林宗宏完成的这放假拢是伊画的啦字是我写的这是1997年咱健保开办第2档政府讲要将健保交予财团去做民营化的过程我拢反对迄个时阵我甲林宗宏先生伫咧落地是共体所以这场文宣是阮两个完成的所以非常的趣味，今日阮拢坐伫遮当然关心的议题包括讲透过真侪即款诉求去改变健保伊制度本身的公平譬如讲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可能咱就会写文章后来咱可能就会有一寡改变所以互大家参考这本册非常重要，帮世代帮世代这是林宗宏先生甲阮乐庭做伙伫咧2011年出版的要讲的问题，其实咱囡仔愈来愈少咱财团化的问题，大家看报纸就知影讲，这其实遮贵的这一版差不多可能要百几万阮出这本册就赚到这百几万的广告毋是干那这尔还有这这真侪报纸嘛关心整个社会嘛关心阮提出的一寡问题慢慢嘛要求讲政府你要去面对，你要去改变，讲这个问题如果咱无改变，咱台湾未来会拄着啥物问题？其实迄寡问题即马咱拢拄着咱拢拄着所以帮世代这个概念，帮世代这个问题，其实是咱即马爱去改变的问题咱可能用街头的方式，想要去杀一个法案咱可能嘛用写字的方式去主张咱的诉求当然后来咱基本工资这几档慢慢提悬今年是咱上加工资法第1档会提悬过去咱
社会嘛会去甲咱挑战讲，基本工资去了以后，敢会影响到劳工失业，嘛敢会影响到劳工就业？啊，伊对迄个 CPI 敢会影响到？其实咱透过即款的资料，咱会去让社会说明讲，其实起工资对劳工来讲，对整个社会来讲是有利的哦。所以过去咱就用即款方式来大家说明哦。当然，咱即摆拄着问题搁较济啦吼，包括讲时代改变，咱搁有一寡产业、就业的这个改变，咱要安怎去来面对哦？譬如讲，咱即摆伫咧市场顶悬拢有诚济切拢讲，咱未来拢劳工拢会去互人拢会失业嘛吼，所以咱要安怎来看待这个问题，嘛是即马劳工运动爱去拄着，爱去面对的哦。譬如讲 AI， 未来敢会变作是诚济劳工失业哦，啊，搁即句话非常重要哦。咱即马拄着的问题是劳动者愈来愈济，劳工愈来愈少的年代哦时代哦。即句话是要安怎讲？即句话是讲，诚济劳工，伊大家共款哦，每一工拢拼8点钟以上哦，拼10点钟，拼12点钟，但是伊无伫咧咱劳动法内底的劳工，比如讲外送的即个员工哦，伊每一个人逐工嘛拼十几点钟，但劳工共款哦，但是伊无受到诚济咱劳动法的保障哦，这个问题嘛是刷落来，咱劳工运动爱去处理的哦。当然国际的问题比如讲咱强迫劳动的问题这问题伫咧咱的外劳哦，咱的移工哦，搁咱的诚济已经出现哦，所以咱要安怎来插着国际的一寡立法哦，譬如讲最近哦。有50个国外的即个 brand 哦，伊要求讲台湾要去面对咱移工伫咧内底移工哦，伫咧台湾的一寡问题哦，这个问题其实慢慢嘛是咱爱去注意的哦，因为这是国际拢咧看要求咱爱有改变的哦。当然有一寡立法是咱即摆继续去送的哦，比如讲即寡法案吼。包括讲国外已经立法的，包括讲咱即马国内咱有国家行动的计划要安怎来监督这拢是未来劳工运动会继续去看到的问题哦。最后啦吼，当然，因为今年的选举总统的选举嘛吼。每一届的选举，拢会劳工运动拢会提出一寡要求跟诉求，要求讲咱总统爱去面对这个问题啦吼。伫咧去年9月的时阵，阮提出即寡议题即寡诉求要求讲咱三党的候选人爱有正面的这个面对正面来看这个问题啦吼。包括讲譬如讲即马的就业安全的体系有法度去面对着新的问题无？这是一个问题哦。第二个问题是年金改革年金改革的问题尤其是劳保伊敢有无改革的空间伊对未来咱经济安全的影响是啥当然咱薪水伤低的问题伊造成整个台湾发展的一个问题是啥你要安怎来处理包括咱优先家庭的这个政策是啥还有咱企业劳动人权的这个国际的这个趋势要安怎来要安怎来提起来咱经济民主的问题要安怎
透过其他的方式来互台湾更加公平，更加会讲每一个人拢会讲就分配着公平的一个经济发展的成果，搁有咱真济咱经济转型之下的劳动保护要安怎来看待最后就咱工会其实即摆更加嘛是真弱要安怎来加油所以过去劳工运动争取的不管是光还是影咱拢会好好来每一个时代拢拄着无共款的问题所以拄着咱就提出新的这个方向透过劳工运动，透过社会运动去要求政府来回应咱的问题所以我就简单甲大家来说明讲劳工运动的发展，咱拄着问题咱过去咱完成的一寡咱的工课以上感谢。真正感谢友联秘书长足精彩的这个演讲互咱大家知影讲其实40年来台湾的这个劳工的权利有真侪进步但是咱即马嘛面对真侪挑战我嘛足感动，就是讲一个劳工的人权的组织团体40当会当做遮尔侪代志真正是非常的互人敬佩嘛请大家爱来斗阵来支持台湾劳工进线这个活动即马刷落来是毋是咱就来邀请咱的第2位的讲者林宗宏林教授来请林教授来甲大家来开讲林教授。感谢大家非常欢喜今日有这个机会来遮讲一寡较早我参与劳工运动的代志，甲即马会咧做研究就亲像当迄个友联所讲的咱就说1990年代我咧台湾大学咧读大学的时阵，就是参加着学生运动迄当阵苏彦图嘛是共款有参加学生运动啦但是我有较常去外口走迄个劳工运动嘛参加着进前就是甲孙友联做伙去参加着足侪争取迄当阵是争取因为迄当阵的教育部要提悬迄个学费嘛希望大家去借钱做学贷嘛就是借钱来读大学啦或者是讲迄当阵咧做全民健保的时阵去争取着迄个咱健康权劳工的健康这个问题尾就是到我做兵线的时阵差不多是2001年我就是去加入着迄个全国3个总工会我伫咧工会做迄个会务人员，参与着迄个继续参与劳工运动差不多3档的时间到2004年迄当阵就是甲孙友联甲其他朋友拢咧处理的代志，就是拢是关厂拢是工厂咧关就是讲头家走去迄个东南亚是去中国设厂工厂关掉，欠薪水也无要发就是即款的代志非常的多迄当阵就是逐工伫咧抗争，伫咧揪布条伫咧做发新闻稿伫咧拜托遐个记者朋友来采访者咱遮的劳工足艰苦讲要去迄个火车站动火车要自杀拢是迄个时阵的迄个用遮个方式去吸引着迄个媒体的注意，然后逼迄个老头家出来解决代志大部分拢是咧做即款代志迄当阵我就想讲这逐工咧，我感觉我咧工会做工课较像咧讨债较像讨债迄个讨债公司讨债迄敢若人逼遐头家赶紧甲钱摕出来，其实迄拢是因欠依据劳基法是因欠劳工的劳工是争取迄个正常的合法的物件尔。所以迄个抗争的过程中间，我就想足济，我想讲我应该来去研究
迄个中国甲其他的所在的迄个劳工到底是啥物情况？是安那咱的资本家一直走去遐吼，所以这就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所需要去做一个研究。迄当中我申请做一个学校，但是我日时咧控精，暗时咧读迄个 GRE 啊，啥物英文啊，哪有可能甲人拼对无？所以拢考了歹。尾就是我一个同事，即马咱社会，我中研究院的社会所的迄个所长啊，陈志友先生，伊就讲，总我甲你讲，去香港读册毋免申请遐英文的物件。我讲干有影？有即款个代志，讲报你一支名牌。香港科技大学你去试看觅，结果我申请，真正去遐读册。读的过程中间，我嘛是研究中国的劳工甲台湾的劳工甲两个所在的迄个关系啦吼。因为咱拢是台湾的工厂，比如讲即个果冻的工厂，其实伊伫咧土城的时阵是一个160人的工厂尔。你若即摆去土城看伊的工厂，伊嘛是无介大间啊。但是你若去到迄个深圳去遐看的时阵，哇，迄是真20-30万人的世界工厂。迄工厂的生产线拢是一条一条拢是上千人的，若是30-40条加起来就是上万人的厂区，若厂区佮分东西南北加起来就是20-30万，所以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足侪散车的即个中国装卡的劳工走去遐世界工厂，所以看着就是感觉讲，即个全球化的世界对咱的劳工非常的不利。咱甲即个中国大陆的经济开放，咱工厂刷出去，造成着咱台湾即边的工厂一直咧关，少年囡仔找无工课，毕业，就算讲迄当阵咱有争取着争取着讲无高学费，毋免讲毋通提高学费，互咱的少年家排着足侪学贷，排着遮个债务，但是实际上尾大学读了，嘛是无工课通做，嘛是失业，找着一寡拢是无介适合的一寡的薪水足低、足低，甲遮个工作条件歹的一寡工课，所以一个过程中间，我嘛是反省着讲，到底咱过去40年来台湾的社会的规经济的转型，甲伊的迄个分化，到底是啥物款呢？情况到底咱安怎甲咱的民众解说讲，咱台湾面对较早的即个全球化的时代所面对的即个挑战是啥货？是安怎会变做安尼？是安怎咱会行到遮？所以迄个进前咱全球化的时代，就是咱面对着量化的经济开放，咱的资本走出去，留着遮个债务，甲咱遮个劳工失业。伫咧台湾形成即个，咱爱去处理工会，爱去处理遮迄个欠薪水、关手，劳工抗争。其实抗争煞，咱的工会的组织率，咱工会留伫咱工会组织内底人并无增加，因为伊失业伊就失去迄个工会的资格伊就毋是会员所以变做讲，咱做遮侪代志，无法度去阻止着全球化内底对遮个劳工不利的。遮结构性的问题，所以遮内底就是讲，咱有发现着3个分化。伫咧过去的差不多到2016年，差不多2010年，差不多咱迄个太阳花迄个抗争迄个时代，拢是一个咱的平均工资，咱的迄个工资的实际工资是一个。听一个1990年代的一个情况，差不多20档的时间，其实咱的实际工资并无起，咱的物价嘛有起，工资嘛有小可有起，但是其实两个是相像的，所以咱的实际工资并无真正的增加，差不多20档的时间，一直到差不多2017年开始，像咱有联达所展示出来迄个基本工资开始大起的时阵。咱的平均工资甲咱的实际工资才有起色，所以其实是经历着，咱会有20档的时间经历着迄个经济，对咱的经济成长率其实是3%至4%，但是咱的薪资
煞无起的即个情况。安尼落的是到底是谁去是趁着谁吼？所以咱就发现讲，大部分的所得拢是走位主方迄边去啊，因为咱落方无起嘛，咱的工资也无起啊，所以经济还搁咧成长，当然就规分配面一直拢刷位主方迄边去。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咱的差不多1970年代尾啊。咱讲60几年厝，差不多67、8年厝以后的即个世代，差不多即摆45岁以下。较早阮咧写册，我帮世代的时阵，迄是2011年出的册哦，迄当阵是30岁，即摆已经是15当后啊。所以，即摆是差不多45岁以下，因的薪资到即摆也未恢复，有小可有起来，但是差不多咱讲迄个。中国甲美国的贸易战争冲突了后，咱川普总统起个关税，了后，中国的经济较歹，台湾的企业家有走转来，资本有走转来，咱工资有起，但是伫迄进程，其实咱即摆还未约着较早迄个较年长的迄代人的迄个工资啊，咱还佫有一个。差别搁来就是第三个，就是伫即个过程中间，较早咱的一寡重工业区，比如讲咱的石化工业，咱伫咧高雄工厂关起收起，即摆已经无遐个一寡石化业拢关起啊。人咱嘛有足侪中小企业走出去啊。咱的制造业有一部分人就失业嘛。有的人嘛爱走去中国变做人讲台干台湾的遮个对咱的企业家去到中国去做迄个台干中间就是咱的规个经济的地理嘛有定新的一个组织，就是即摆咱迄个几个科学园区是高新个薪水悬少年家济，但是伫咧遮个可能差不多10几公里外的即个乡镇，就变做是一个较做散车的所在。人口外移人口老化遮老人留伫咧遮庄脚，即庄脚其实无介远但是咱会解说着即个地理上的改变就是变做讲，比如讲咱德北甲德东，共款是伫咧隔壁庄实际上德东即摆的德北的薪水是。甲所得是可能是全台湾上悬的，但是德东却是咱的，包括咱的贫富差距，咱的这散车人甲好业人的即个差别，所得的差别，甲咱的即个包括一寡迄个自我伤害啦，还是讲即个散车的情况啦即个拢是非常的，甲这德北有足大的差别咱等下讲着。台南嘛是共款有即款的情况所以咱即马所得的分化分做3种的因素，一个就是阶级。其实伫咧全球化的过程中间，工会的力量是去互遮个资本外移，甲咱关工厂变做较弱去变做讲咱的会员减少咱的即个少年青年的即个薪水低，甲咱即个。22K 的一个问题薪水低甲咱无去压悬着即个基本工资足侪当的时间搁迄个年长的较年长的即代人，因变做头家人，搁去中国搁趁着钱，所以搁转来搁买厝搁炒房地产，变做是咱即个世代的即个差别搁愈大另外一个就是咱的地理上的即个散车的庄脚，甲咱有钱的科学园区中间，其实是虽然讲咱的地理上是无讲差介远，但是实际上你会看到咱的即个散车人、甲好业人、甲即个庄脚、甲城市、甲即个有钱的所在，即个落差愈来愈大所以咱这3个问题就是咱即马所面对的挑战伫咧工会安怎来？工会当然嘛是有一个
动力去组织着劳工运动，去争取即个劳资双方的即个所收入的即个重新的分配。但是呢，其他的问题共款是咱要来建造一个好的国家，一个团结国家内底所面对的足大的问题。所以咱着讲到即个社会转型，即张图可能小可较细张。咱甲即个1998年来甲我画一个红线，红圈啊，就是讲即个时代，咱看到即个1998年进前的，比如讲头家人，咱这雇主头家人，其实是一直咧增加。也就是讲，咱伫咧1990年的年代结束进前，其实咱是一个人讲乌手变头家、白手起家的时代，足侪人变做头家。头家人的数量伫咧规个劳动的即个人口内底是一直咧增加。咱下骹还佫有一个自营作业者、自营作业者，甲无酬家属工作者、无受家属工作者。其实迄两个就是咱的迄个农业甲咱的迄个家庭企业。迄两项加起来差不多，伫咧1970年代差不多到1980年代差不多，还佫有30%的人，35%的人是伫咧所谓的遮个自营工作者甲无受家属工作者。啥物互做无受工作者呢？其实因就是咱较传统讲的头家娘。头家娘就是伊无薪资嘛，伊伫咧家庭企业内底做工课，但是伊佫无领薪水，伊有孝，伊看孝的啊，伊是头家娘啊，所以伊直接为孝婆内底出孝就好啦，伊毋免去看迄个，伊毋免领薪水啦。所以迄款有做无酬家属工作者，其实就是头家娘较济啊，所以8-9成头家娘啊。咱若看头家娘也是头家，伫咧1980年代差不多是32%。到即马剩14%、15%，加起来说，敢若剩4%外是所谓的头家娘。所以差不多40栋内，咱有一半的家庭企业甲遮农民家庭农业，咱的家庭农业小农差不多减一半。伫这40栋内，咱的劳工所谓的迄个受雇者领薪水的，为1983年的迄个差不多50%，拄啊过50%，到即马2021年是过70%，差不多71%。所以伫咧40栋内，其实咱是增加着20%，为50%变做70%的受雇者。所以咱的规个社会，大部分的人拢变做新劳，变做是领薪水的，变做是人讲趁食的，就是咱毋是头家啊。所以伫咧即个40栋内，其实咱台湾变做愈来愈侪人是白领，是蓝领的新劳尾你若看迄个2021年的头家人，剩差不多3.8%，伊嘛减少，伊伫咧几个人口内底为差不多5.5%变做3.8%、3.5%，所以头家人减少，做新劳做工的人增加，家庭企业减少，咱规个社会结构变做是劳资双方的迄个，咱愈来愈侪是做劳工，这嘛牵涉到咱的所得分配。咱即摆的所得内底，这是到2021年左右的薪资啦，咱看总所得，所得内底分做4种的时阵，咱看到做咱的雇主伊的收入，即摆差不多是13万，每个月13万。中产阶级，所谓中产阶级是迄个。比如讲，政府的收购者，甲咱遮的迄个管理阶级，内底差不多8万外箍。若是自雇者，咱讲的遮的小的中小企业的家庭企业，也是遮小农的家庭，差不多是6万外。上下骹迄就是劳工的平均收入，是4万8。所以你若讲咱台湾规个收入拢咧提悬，比如讲咱。倒手边的即张图是平均收入，看起来差不多是迄个有2个时段是减少的，就是差不多2001年到2003年减少，
2009年到2010年是差不多减少，啊，搁是2014年嘛是减少，所以咱有3个年度是平均收入减少的年度。但是你若甲拆开来看，你会发觉讲啊，原来中产阶级你若看迄个时间来讲，差不多2016-17年开始，中产阶级才有爬起来，才有迄个薪水才有爬起来。啊，劳工嘛共款，迄个自营收购者嘛是共款，自营者嘛是拢差不多到2017年、16年迄当阵，进前拢是有一个足平的时代，差不多20档，其实拢无啥物起色。啊，资方压悬到差不多2018年才有减落来一寡，所以长期来讲，拢是资方的收入较悬，而且是伊的成长率嘛是较悬吼。所以造成讲咱即马薪水有一段时间，就是为差不多1990年代上差不多2000年要结束的时阵，到差不多2017年，差不多10几年的时间，咱的中产阶级，咱的做工的，咱的自营者、小农，拢是伫咧收入无啥增加的一个情况。过来就是咱甲拆做讲，安怎证明讲这是大部分来自资本家的收入增加呢？咱会使甲这总所得，所有家庭的总所得收入，佮甲切开变做是薪资，咱毋是拢有报税吗？所以咱有报税，咱会切开做薪资加迄个头家的所得，就是讲咱的利润的部分。你若甲切开，你会看到讲，原来收购人员的报酬，就是咱的迄个薪资的部分，其实是足平的，拢是水平线吼，就是拢无啥起啦。各个阶级嘛无啥差别啦，有差别拢是较低即边。有的雇主嘛是红线嘛是有领着工资啦，伊家己有付家己工资。但是咱若看你的产业主所得的即边，就是看得足清楚的，就是产业主所得其实是咱上倒手边的总所得内底造成的所得差别上大的一部分，就是来自产业主的所得。所以咱会使清楚的清楚的看到讲，若是咱甲这所得分做薪资，甲产业主的所得就是利润，其实大部分拢是走去利润迄边去啊，成长的部分因为咱薪资是有咧成长，但是成长无济啦，其实大部分拢是叫无价所抵消去啊。所以过来就是讲咱无共出世的年次，会造成讲咱的所得有足大的分别咱看即个共款上届倒手边即张，就是4个年次啦1979年以后出世的，就是咱讲迄个，这是80年次嘛，70年次，70年次诶，70年次差不多60几上届尾啊，甲70年次以后诶，这是红线。若是迄个60几年次诶，就是迄个青色诶点线，迄个上届好野上顶悬诶青色诶实线，迄就是迄个50年次诶。所以50年次的，就是咱即马薪资上悬，收入上悬，这是60年次。70年次差不多伫咧中间，但是嘛有弱起伫60年次的下骹。但是呢，咱红线的部分就是70年次以后的，基本上小可有爬起来，差不多2017年以后小可有爬起来，但是抑阁有一个足大的空间，爬袂起哩，甲其他的共款无共头前迄几年次的人的迄个所得。所以咱有一个足大的差别，差不多差几若千箍，差不多我算过，差不多6、7千箍左右。所以变做讲，迄个世代的人共款岁数所赚的钱，其实是伊的实际的迄个会使买到的物件，是比较头前迄几个年次的人来较低较少。所以买厝买袂起，迄正常的，因为你就是趁少啊，你的迄个实际的工资就是无够。所以过来就是讲，咱时代的部分，并毋是讲时代拢是
较早较好趁食迄经济起飞的时阵，大家拢有趁着，所以拢有迄个财产，拢有厝。确实因迄个世代人是有厝的人较济，但是咱若是看讲，伫咧咱台湾的退休金的改革进程，若是领退休俸的，才会迄个军公教的，甲迄个领一摆的迄个退休金的，内底所即马的才会已经退休的人所因的所得因的收入有足大的差别。若是迄款一摆领出来，搁尾较早落计划是一摆领出来，15档以内拢是无年金，所以你一摆领出来了后，无搁做工课，比如讲55岁提早退休，结果你领一次给付或者一次给付吧，一摆的提早的迄个退休金，尾退休了无工课，差不多逐个月收入差不多用万块是0.4万啊，就是4000块啊，平均的收入差不多4000块。若退休后，搁去做工课，即摆会使领着差不多3万6，其实甲咱的较低一般的劳工一般的劳工较低薪资差不多。若是，但是领年金的人，领退休俸的人，伊无工课，伊嘛是有3万4，平均啊若是有工课，就是4-5万，4万5、4-5万左右。所以咱呢，即马高龄化的即个社会内底，遐退休者、退休的人，咱年长的世代，因嘛是共款，有一个足大的分化。因的内底散车甲迄个好野有足大的分别，所以迄个咱讲迄个搁老搁散，又老又穷，搁老搁散的即个情况，嘛是有存在，嘛是一个足严重的问题。未来咱要面对，因为咱伫咧退休金改革进程，有一批人已经退休啊，因若是一摆领走所有的退休金，因即摆其实是可能差不多一般拢是100多万、200万左右。其实是咱即摆的高龄化的岁数，差不多到为65岁到80岁15档，伊是无法度去处理伊的即个退休了的即个经济生活所以这就是咱的足大的挑战。过来就是咱少年家，因为咱已经解说过，咱的迄个低薪薪水低，搁刷落就是结婚，然后出生。咱的邦世代内底讲的，就是出生的迄个生囡仔的迄个年龄嘛是，然后咱就囡仔愈生愈少所以即个少子化，咱囝愈减少生的晚生生的少生囡仔生少这几个问题嘛是有咱未来要处理前年我嘛是有受到即个台南市政府的一个委托。做了一个研究，发觉讲，台南市若是有新的幼稚园、新的迄个托婴中心、新的迄个照顾囡仔的所在场所成立了后，其实拢会增加着伊的结婚率甲生育率，结婚的人会增加，生囡仔的人会增加这就是咱各个台南市迄个各区的迄个社会增加率，就是咱或者搬厝搬入来的人，是搬入来减搬厝里的人，或者社会增加率。出世的人减去过身的人，或者自然增加率嘛。所以咱家己拆开来看，就发现讲，其实社会增加率甲咱的自然增加率是做伙的。新化、新市、安南几个即马社会，是咱迄个科学园区。即几区，就是少年家搬入，就带动着即个结婚的人数，甲即个自然增加率，就是出世的人数，伊就会减少着咱即个所在高龄化的即个情况对，改善着咱的迄个人口的结构所以社会增加甲迄个自然增加是爱甲做伙看但是咱若看迄个龙徛。北门也是左镇、大内、白河，拢是人口移出。其实因甲生活无介远咱人口就是徙入去甲生活，为遮的山边徙去甲生活。
迄边的薪水足悬，迄个贫富差距，咱的善车人甲好野人，其实有足大差别吼。咱若看迄个左镇、龙徛也是讲东山迄边面，就是讲人口一直老化，老人留伫咧庄骹，无人照顾，甚至讲咱也感觉治安无好但是迄个善化边仔的一个科学园区，可能走到10几公里外，就是薪水上悬，就敢咱即个竹北甲竹东的情况共款。其实这是一个无好的一个情况，因为这表示讲，咱的科学园区其实伊的发展的到边仔的附近的遮散车的社区的能力并无介好，并无好着大家所以这嘛是咱的规个社区的一个变化的情况所以我嘛讲发觉讲，但是咱若是囡仔拢出世伫咧生活，还是讲迄个一寡永康啦一寡迄个台南市人口会搬入来的所在，咱遮的幼稚园敢有愈济其实到即摆为止，咱的社会政策通常拢是足公平公平就是讲，比如讲咱台南市，其实拢是逐个社区拢爱有一间幼稚园，四界拢有，逐区拢一间。但是即个新的政策落来的时阵，其实伊甲咱的出生的囡仔的所在并无配合。咱出生的所在，就是伫咧搬囡仔少年家搬入去的所在，少年家庭、青年搬入去遐买厝，甲迄个成家立业的所在。实际上是咱的人口的成长，甲咱的幼稚园的成长无任何的统计上的关系。所以，就是咱过来，就是要安怎去设计咱的迄个社会政策，互需要的人真正会得到因的迄个社会福利，得到一个帮助。咱的少年家，因为咱已经进前的薪资无够，即摆有小可成长转来，咱需要去成家立业的时阵，安怎去分配着咱的福利资源？这是咱后一步爱去处理的问题。所以内底就是我甲分做讲，咱出生的囡仔济，甲迄个老人济的所在，咱社会其实是爱去注意着咱的规个资源的分配，啥物是咱迄个高龄者需要照顾的所在，需要愈济迄个，咱讲长照2.0、3.0，咱的长期的照护要为地资源到位去地，咱的囡仔人伫地，啥物所在需要照顾囡仔？咱其实爱有规套的对未来的台湾的国家安怎设计着咱的福利政策，安怎投入资源去互无共世代的人需要啥物物件咱要去思考即个问题。这可能已经超过着咱传统的劳工运动所思考的即个范围所以这嘛是对咱改善着咱团结规个国家有足大的影响咱若看到足侪全球化以后，咱若看到各个国家咧选举，拢是看到遮的社会分化的问题，包括美国咱看到美国选举煞，就是看到庄脚甲城市完全无共的投票的态度城市甲即个两岸，就是东岸西岸，遐大城市拢是希望全球化，希望讲移民会使入来。遐个庄脚人，就讲移民上好莫入来我也无工课做也是讲遐个劳工北平的劳工，就是讲我这影响我的工课所以咱的就业机会受到影响所以咱即个共款伫咧台湾，咱嘛是面对全球化甲即个选举的问题，咱嘛是爱去处理咱的基本工资未来安怎提高，安怎去互少年家如何的薪水。咱安怎帮助因创业甲就业安怎去移转着咱的资源去甲遐个真正囡仔人所需要的所在嘛真正咱嘛有高龄化甲迄个社区的老化甲迄个需要长期照护遮个问题，城市甲庄脚的分化咱的世代无共世代无共阶级。无共城市甲庄脚的遮个分化问题，必须要伫咧咱即个世代的人去思考新的福利国家的政策，去处理遮个问题。其实咱的庄脚、咱的离岛、咱的遮个原住民村落，已经变做是迄个
包括讲对华、中共因咧统战，因咧伊嘛用足侪诶资源去投入，要争取遮诶人，希望讲改变台湾诶政治，一个重点，因讲啥物三中一清、一带一线，就是基站要甲钱安怎去，因为台湾本身有遮个社会分化诶问题，就互因有一个分化诶机会，来为遮来进行因遮政治诶操作，包括讲资讯诶咱网络上诶足侪假诶资讯诶操弄，甲咱遮个统战诶工作，这是咱家己内部诶社会分化诶问题，所造成诶弱点，咱要开始解决遮个代志，才会使建立一个团结福利国家，逐个平等有愈来愈平等，也是至少莫互即个分化诶情况变做愈来愈歹，这嘛是一个重点。我嘛是爱讲，咱劳工运动所面对遮资方，因嘛有遮个责任，所以我听讲遮个科学园区、遮个高科技遮个厂商，因嘛是爱阁想办法，因若是要好好经营，未来伫咧台湾嘛是爱想办法去改善着台湾遮个社会分化，爱互台湾愈侪遮个照顾着咱边仔遮个散车遮个社区，互咱的社会会使搁较团结，这就是我咧想的未来对咱劳工运动也是社会运动一个挑战，我就先讲到这，谢谢。感谢咱总宏教授总宏教授真正是足厉害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会当用几个图都互大家了解讲台湾的经济社会面对的足侪结构性的问题我真正合适着足侪咱即马差不多阁有10分钟的时间会当来做一寡讨论。毋知讲在座的朋友敢有啥物问题，还是意见要来发表的？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啦，因为友联秘书长伫伊的报告有甲阮讲即马台湾劳动者愈来愈侪，但是劳工愈来愈少，所以我的问题是讲，啥物是法律上定义的劳工？这个定义敢有需要做一寡改变？趁食人是安怎愈来愈侪，但是劳工愈来愈少。这个问题是可能爱请两位会当来甲解说一下是国际趋势你如果欧洲的工会去调查，少年的嘛，伊嘛是要做这伊无想要家己绑伫咧一个稳定的关系内底所以差不多我读过一个报告啦差不多欧洲的总工会因的调查差不多是要有20%的少年的伊拢去追求即款生活这嘛是讲一个问题，就讲我最近咧讲的，是讲咱诚济制度拢是绑伫咧劳工即个身份如果咱无劳工即个身份，咱可能咱健保咱就爱去职业工会保嘛，无可能咱就变伫咧区公所咧保咱就保，咱可能去职业工会保职业工会伊嘛无就业保险伊是无伫咧职业劳工是无伫咧职业保险内底，但是问题就是讲要安怎去看伊是就业还是失业的状况所以可能嘛无法度去讲去改变着劳动法内底对劳工的定义因为迄真严重啦你若改变来讲可能资方拢认为讲大家拢毋是劳工你是外包的你是甲我就无迄个关系的伊就省遮侪钱所以即部分其实整个社会全世界拢足歹解决的啦尤其是咧即个科技的即个发展之下咱想看觅是讲过去即款外送的，其实伊是伫咧收过伊是互请的但是即马上起码即几间大的公司比如讲
譬如讲Foodpanda 啊，是讲伊拢认为讲这是外包，这个冲突到即马为止，其他国家爱透过新的立法，讲互因的政府互因的官方嘛，互法院有法度去判断讲，其实你雇主的角色，你袂使走撇，你袂讲走去啊，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即马劳工运动是无认为讲爱去改变着讲对劳工的定义，因为这可能会影响着真侪人的权利但是要安怎来改变因的权利其实这部分来讲，包括讲欧洲的一寡国家拢是新的立法去另外去约束讲因两方的这个如果发生代志来讲因要安怎去主张伊的权利这部分是小可说明者。我感觉讲，因为我当以前讲到的讲，若是咱为迄个统计数字来看其实咱即摆电商咱遮个即个网络上的迄个电子的商务，其实伊的集中化比咱较早迄个乌手的时代搁较紧。咱逐个想讲咱在网络上变做 YouTuber 啥物创业卖物件，其实遮个所谓的自营作业者伊去互遮个大电商消灭的速度，比较早咱小店工厂，比如大工厂寄落的速度搁较紧。所以咱有一个错觉，就是讲网络是个敢若做好创业，其实咱若看数字，并毋是安尼。迄工厂是即摆大公司合并的速度，甲你迄个甲人并购甲人买起来，甲人的工厂买。比如讲你创业，你做一个新的一个电子商务的一个平台，其实足紧就去互大厂商买掉，咱统一啥物即大迄个，或者宅配还是讲咱即个大间的迄个物流的集团，就甲你寄起来，足紧就摕钱来。无你若无要做，我就另外设计一个甲你相像的，甲你拼。所以咱即马不管是即个物流，还是讲即个电商，其实拢是大只势，足紧的。所以讲伊的集中，咱若看迄个数字来讲，比如讲咱拢有一个印象讲1980年代尾的时阵阮的数字有讲有差不多6%的雇主甲60%的受雇者，所以平均来讲，一间公司就是10个人嘛。但是你若看最近的数字，2020年了后，就是3.5%的头家人70%的新人，安尼减起来就是一间公司变做20个。所以等于讲，咱一个差不多30档的时间内底，咱的企业的规模是变做2倍。所以就是讲，咱即马创业变做困难，薪资要有悬，其实爱甲资方爱甲因讲，爱甲因谈判。但是咱的工会因为进前是资本外移，所以变做是无法度足侪大工厂关起来了，就是无工会。咱即马科学园区内底嘛是基本上是无爱工会的一个态度，所以就变做讲，咱即马薪资有足侪问题，其实嘛是爱搁转来咱的传统的工会运动来找解决的方式。我当阵咧拄则听着有人讲着一寡台湾的即个劳工方面的发展，确实用尽心思啦，真努力咧进行。但是我要请教的是讲即个社会资本家含非资本家被归纳做劳动者，即个分别内底，到即马21世纪即个年代，对即个劳动者，你嘛有讲着讲即个工资的结果，我认为这是我也无看到的所在，因为就是讲即个迄阵我会记得讲，
薪资增加一粒卤卵，迄种讲词对吼。啊，我的意思就是讲，伫咧工资结构的规个过去，恁所拍拼的，对无？即个工资结构内底，恁嘛有讲到，牵涉到即个人的生活模式。除了工作的8点钟以外，其他还阁有一个8点钟，就是要生活。即个生活的资本要对倒来？台湾即个国家体制，我还无看到被思考过。伫我的经验内底，我还阁看到中华民国政府有国民自提即个事，但是伊服务的是啥物人？敢是一般的劳动者？毋是呢，我所知影毋是呢，对无？啊，所以就是讲，台湾的劳动者，甲目前伊的生活模式所爱对工作收入来维持，这根本就无人咧替伊拍算。是安那？即摆的劳动者买袂起厝地，对无？这是几十年来，即个政府根本无咧思考即点。吼，啊，你讲伫一开始为着公安，劳动者的公安，即摆21世纪咧，迄非人的人类，对无？即个机械自动化的机械，对无？伊生活条件比真正的人较好，你敢知？伊个机械要安怎运作24点钟要运作，对无？伊需要啥物环境的条件、生存条件？迄投资者资本家拢替伊想甲好势好势，对无？啊，即马真正出体力的人，到底我足想要了解讲两位对明仔载真正要做一个劳动者，伊的所得要对倒来，恁的想法是啥货？问题啦吼，但时间有限吼，我就简单来回答吼。你讲即马吼，咱看着报纸拢，咱即马欠工嘛吼。啊，欠工来讲，意思是啥？意思是讲，咱的薪水要继续提悬啦，吼。因为你对经济学的迄个角度去看来讲吼，欠工薪水就要提悬啦，吼。但即马台湾劳工吼，头面咧有讲一个真重要问题就是讲吼，因为咱无迄个钱去过生活嘛吼，啊，咱过去劳工拢是用加班费。吼，啊，这个问题爱解决啦。吼，这个问题讲，过去这8档，咱基本工资的提悬，伊无造成过去咱资方认为讲经济大败害迄个场面嘛。吼，啊，伊嘛袂去影响到劳工的就业。吼，所以过去咱证明讲8档的基本工资的提悬是对台湾整个社会是有利的。吼，啊，未来咱薪水要继续提悬，吼，要继续提悬，吼，因为咱即马欠工嘛，吼，欠工来讲，吼，可能记者嘛欠嘛，对无？记者的薪水嘛要提悬啦，对无？吼，所以我较想要知影是讲，要提悬偌济？佮提悬一粒卤卵吗？还是10粒卤卵？还是爱100粒？这个我就接受1粒卤卵。迄个劳工的生活会有改善，啊，我就简单，因为时间有限，我就简单讲嘿。其实咱在座吼嘛有迄个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的洪主委洪教授，洪教授其实是咱即个活动的总召集人吼，咱真甘心，真感谢洪教授的即个安排。歹势，因为时间的关系，咱需要做一个结束吼。我相信吼，在座啊，甲
网络上吼来参加即个讨论会的朋友，可能应该是甲我共款吼。今仔日即个下晡是就有收获很大，这个学了足侪物件吼，嘛想过嘛得到足侪知识，甲迄个心得启发吼。所以咱是毋是在伫遮吼，搁在厝诶感谢咱两位吼讲者吼，感谢因，嘛欢迎朋友继续来甲阮即个活动吼，继续来支持吼，谢谢大家吼，感谢大家吼。